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6月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3篇第1节到12节，创世纪13章第1节到18节，彼得前书第2章17节到2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所爱。亚伯兰受到上帝的呼召后来跟随上帝，他的侄子罗德也因此蒙福。但是非常可惜的是，罗德的仆人们为了财富羊群而跟亚伯兰的仆人们来吵架，因而他们后来就分家了。上帝应许亚伯兰得福，并且要他因为他来祝福其他的人，这当然包括了他的侄子一家还有仆人们。但是一旦分家，是否是罗德他们就失去了祝福呢？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并不是如此亚伯兰为了避免两家继续吵架，因而他就决定要分开，也并没有说罗德就会因此失去了上帝的赐福。我们看到身为长辈的亚伯兰，他甚至先让他的侄儿罗德先选择了。我们也看到罗德他并不懂得怎么样来尊重长辈，他先选择了肥美之地，但是他们的生命却渐渐的沉沦了。创世纪13章第1节到18节的经文这样记载：亚伯兰带着妻子和所有的一切离开埃及，往北走，进入了迦南南部。罗德也跟他去。亚伯兰是富翁，拥有了许多的牲畜和金银。后来他离开那里，渐渐的向北迁移，接近了伯特利。他回到了伯特利和爱之间，就是他从前扎过营建立了祭坛的地方。他就在那里敬拜上主。跟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拥有牛群、羊群以及自己的家眷和奴隶。他们两家的牛群、羊群太多了，没有够大的地方容纳得下，因此亚伯兰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常常争吵。那时迦南人和比利洗人还住在那地方。于是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：我们是至亲，不可争吵，你的仆人跟我的仆人也不可争吵，我们分手吧。这一大片土地在你的眼前，你选右边，我就选左边；你选左边，我就选右边。罗德向四周观看，看见约旦谷一直伸展到索尔的整片平原，这平原水源充足，好像伊甸园，又像埃及的土地。那时上主还没有毁灭索多玛和蛾摩拉。于是罗德选了约旦谷的那一片平原往东迁移，他们两人就这样分手了。亚伯兰住在迦南，罗德住在河谷平原的城镇，终于在索多玛附近扎营。索多玛人邪恶，他们大大得罪上主。罗德离开以后，上主对亚伯兰说：你要从你所站的地方向东西南北四周观看，我要把你所看见的这片土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。这片土地要永远归属你们，我要使你们的子孙到没有人能够计算，人若能够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子孙。起来，你走去整片土地，我要把它赐给你。于是亚伯兰收起帐篷，迁到希伯伦，在曼利的圣树那里住下来。他在那里为上主建造了一座祭坛。彼得劝勉基督徒要尊重所有的人，要爱人，要敬拜上主。
彼得前书第2章17节到22节，彼得的教导提到了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。你们要尊重每一个人，要爱信主的弟兄姐妹，要敬畏上帝，要尊敬君王。做奴仆的，你们要恭敬的服从主人，不要对良善温和的主人这样，对严酷的主人也要这样。你们应领会这是上帝的旨意，愿意忍受不当受的痛苦，上帝就会赐福给你们。如果你们是因为犯过错而忍受责打，那有什么光荣呢？只有因行善而忍受苦难的人，才能蒙上帝的赐福。上帝呼召你们的目的就是在这里，因为基督为你们受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为要使你们能够跟随他的脚步走。他没有犯过罪，也没有人听过他撒谎。基督徒必须学习基督的模范，谦卑有礼貌，没有犯过罪，也不撒谎，成为上帝所喜欢的儿女。诗篇33篇第1节到12节，义人呢要向上主欢呼，正直的人呢要颂赞他，要弹琴感谢上主，用弦乐歌颂他，要向他唱新歌，要熟练的弹，高声的唱。上主的话真实，他的作为可靠。上主喜爱正义公平，他的慈爱充满大地。诸天由上主的命令造成，日月星辰也由他的话造成。他把海水汇合在一处，他把海洋收藏在库房里。全世界都要敬畏上主，世界上的人都要敬畏他。他一发言就有世界，他一命令就有万象。上主挫败万国的阴谋，他使万民的筹算没有效果。上主的策划永远长存，他的旨意万代不变。尊上主为上帝的国家多么有福啊！他拣选来归属自己的人多么有福啊！感谢上帝赐下恩典及呼召，使我们蒙福。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基本做人的态度，在生活上学习基督的榜样，成为上帝所爱的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